市环保局为台中市的环保来做宣传，伫个环保局的露台的空间来种菜、种葱啊、种韭菜等等，嘛将做台中上届环保的城市的造景。 野起来就是肥料，要后尾内底韭菜、葱啊，较快大汉。这毋是家家户户的菜园啊，是台中市环保局的露台。这青色菜色有环保局同时咧顾，大甲真健康。好，从捷运那边，如果你是站着的话，你往以前旧的市政府警察局看，你会看到我们上面那个字是 PM2.5下降。环保局高用露台所在来做青色造景，看真侪青色的纸，看起来真显白。种这若袂喷油啊，甲健康的菜色挽落来了后，麦当替同事交菜，会当讲是上大心的环保宣传。包括我们的这保利龙是从我们鱼市那边很多保利龙农产品、渔产品的回收，使用菜色伫咧台中变作是环保造景，成功替城市的环保做推广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